內地女星章子怡喺5月29號晚上9點45分，以章子怡團隊嘅名義，突然透過微博發表公開信同律師信，對蘋果日報將佢捲入薄熙來嘅案件同一啲未經證實嘅報道，會採取法律行動以維護自己嘅權益。聲明又指，對子怡居心叵測嘅誹謗並非第一次噶啦，所以決定打破沉默，正式控告嗰啲造謠者，尋求法律嘅公正，誓要追究到底。而子怡喺30號下晝時間就喺自己另一個微博稀土部隊度作出回應，一句支持分量千鈞，無言以報，唯有誠謝，行事有理，諸位有情，身後有法。佢仲話自己唔係一個人喺度戰鬥，已經喺香港同律師商量維權方案啦。從啱啱去到海口，晚上會出席電影傳媒盛典，相信呢晚子怡一定會成為全場嘅焦點。